我们蒙旅公司组织蒙古民众前往欧美亚洲的名城，欣赏著名的歌舞组合、歌唱家的精彩演出，还接待世界各地的游客来蒙观光。公司积累了一定的经验，我们敞开怀抱，张开双臂，以高昂的热情、国际的标准迎接国内外游客朋友们。您看到地处亚洲腹地、安详的蒙古大草原上悠游自在，尽享草原绿地赐给他的丰美草食的马群，13至15世纪成吉思汗一统半个地球的同时，融合东西方的文化，并将它交给后代子孙，一代一代地传承到了我们手里。蒙古人民身着传承千百年来的民族服装，庆祝最隆重的节日春节，互相拜年，口述吉祥和敬意。女主人用丰盛的饭食招待客人。春天生需产高产宰，牧民的忙碌开始了，传统的蒙古包就派上了用场。您来到蒙古旅游就能入住蒙古包，可以亲身体会它的美妙，领悟游牧民族的生活和习俗。顺利度过戒高的忙碌之后，夏日到来，此时蒙古民族的另一个重要节日那达慕大会就要登场了。那达慕大会，蒙古男性参与男人3役、摔跤、赛马、射箭。除此之外，您可以欣赏蒙古民族传统的精彩的文艺演出，如民族歌舞、歌剧、西方的经典文艺、藏传佛教的跳神等等。这些独特的演出，你只能在蒙古才能看到。蒙旅公司现代文化和民族传统交融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，皑皑冰雪，银装素裹，妩媚的乌兰巴托就要庆祝另外一个重要节日——新年元旦。广场上竖立着华丽油绿的圣诞树，旁有圣诞老人和雪姑娘。除民族博物馆历史古迹之外，穿行在现代的千姿百态的高楼大厦之间，让您目不暇接，感受风姿绰约的美妙世界。蒙古民族以肉食为主，您可以品尝蒙族美食铁桶或羊皮内的石头烤肉，还有绿色无污染的蔬菜和副食，您可以饱口福。蒙古的特产，世界闻名的羊绒产品会向您频频招手。此外，您可以浏览特具民族文化色彩的博物馆和光顾礼品店，为您的家人和朋友选购手工艺人们的杰出作品。草原上响彻着长调歌曲，森林绿地上盛开着五颜六色的野花。您品尝着诱人的野果，眼看着隔壁海市蜃楼，充满诗意和遐想的现代城市等着您来观光旅游。蒙旅公司期待您的家人和朋友的到来，欢迎做客度假，欢迎休闲旅游。